好多香港朋友想嚟中山揾宜居、高性價比嘅屋企。今日同大家真心推介西區時代美神呢個妥妥嘅港人至愛小區。呢度業主70%以上都係香港朋友，圈層純粹，大家扎堆揀呢度絕對有道理。小區樓齡先3年，係市區稀缺次新小區，整體保養非常新淨。而家二手3房單價先8000出頭，對比周邊樓盤，性價比直接拉滿。戶型選擇十分齊全，剛需自住。周末度假可以揀100平、116平舒適3房，大家庭改善就睇128平、142平闊落大4房。所有戶型方正通透，採光一流，完美適配香港朋友自住、度假同輕投資嘅需求。小區居住環境十分舒服，綠化率高，園林乾淨清幽，配套泳池、兒童遊樂區同休閒跑道，日常休閒溜娃好方便。搭配時代自持物業，管理嚴格，安保到位，居住私密又安心，所以深得香港業主歡心。周邊生活配套成熟完善，樓下商超、市場一應俱全，日常生活一站式搞定，交通出行都好便捷，容任灣區1小時生活圈，往返香港通勤，度假都輕鬆省心。好多港人異地置業，最擔心交易流程陌生，資金有風險。呢度同大家講清楚，喺中山買房直接揾貝殼就啱晒，上市大品牌平台，全程合規透明，從看房、選房、簽約到按揭，資金監管，全程保駕護航，杜絕差價同交易隱患，資金安全有保障，售後無憂，俾港人100%置業安心。我哋實體門店就在小區樓下，提供實地看房、精準選盤、代辦交易一站式服務。想揾中山港人集堆，宜居保值、高性價比好房，隨時私訊我。